好，歡迎收聽利是台，我係風仔啊。咁國際賽周嘅期間咧，又同大家探討埋另外一個話題啦。今季隨住沙拿宣布季後離隊啦，咁可能啲球員或者大家咧都會想有隻足總杯啊，或者歐聯咁樣可以歡送佢啦。但係作為利迷啦，如果從一個長遠啲嘅角度去睇咧，爭奪前五嘅重要性一定唔會比贏得隻獎杯低，因為咧嗰個歐聯參賽資格能夠帶來嘅龐大收益咧，對於我哋每一個轉會窗嘅投入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收入來源啦。咁而家進入到聯賽最後直路啦，得翻7輪嘅賽事，咁不如就逐隊分析一下啲爭五分子嘅賽程啦，同埋計下數睇下我哋爭五嘅難度究竟係點樣啦。好，咁首先咧，就雖然之前歐洲賽踢咗去16強嘅首回合之後咧，9隊英超歐戰嘅球隊得1隊係能夠贏波，引起咗啲關注啦。究竟英超第5名會唔會仲有得踢歐聯㗎？但係其實次回合踢埋之後咧，個擔心基本上都係一掃而空㗎啦。歐聯嘅6隊入面就係得翻我哋同埋阿仙奴能夠晉級啦。至於歐霸方面咧，阿士東維拉同埋森林都係進到級。歐協聯方面咧，水晶宮亦都係嘅。咁9隊嘅英超球隊入面咧，歐洲賽有5隊都仲生存緊，而且咧仲大幅度咁拋離咗第2名嘅西班牙 4.5 分啦，德國嘅 5.3 分啦，同埋葡萄牙 5.9 分嘅。咁呢度咧，要呢3個國家入面有2個能夠爬過到英超嘅頭咧，咁英超嘅第5名先至會冇得踢歐聯嘅。西班牙形勢叫做好啲啦，佢8隊入面仲有6隊都踢緊嘅，但係德國咧就已經得翻3隊係生存緊啦。而葡萄牙雖然就5隊入面仲有3隊生存緊，咁啊佔數係叫做超過一半嘅，但係大家都知道葡超本身嗰啲球隊嘅戰力咧，都始終係不及5大聯賽嘅。要喺8強之後，佢哋繼續能夠再進一步咧，其實係相當困難嘅啦。所以嚟到呢刻嘅話咧，基本上咧都可以肯定英超嘅第5名咧係會有歐聯踢噶啦。目標明確之下，咁我就帶大家睇下現時嘅聯賽榜形勢係點樣啦。自從阿士東維拉嘅下滑咧，咁原本可能係車路士、曼聯同我哋爭4爭5嘅情況咧，漸漸就加埋維拉啦，變成咗4隊去爭第3、4、5名嘅歐聯資格。但係發展去到近來啦，讓5大賽真係越演越烈啊，導致到咧能夠挑戰前5席位嘅球隊咧，其實而家係唔止4隊噶啦。第3嘅曼聯就55分啦，第4嘅維拉就係54分啦，跟住甩開咗少少第5嘅我哋咧就拎住49分，即係咧其實近來我哋即使失咗好多分咧，其實都仲企緊喺一個歐聯席位嘅邊緣最邊嗰個位置度嘅。咁第6嘅車路士有48分啦，但係後面嘅球隊咧已經係來勢洶洶噶啦。第7、第8嘅賓福特同埋愛華頓都係46分，咁其實只係落後緊我哋3分，落後車路士2分嘅啫。呢啲咧都只係屬於1場之內嘅分差嚟啊。最後面嘅第9位咧就富咸44分，落後緊我哋5分啦。跟住第10同埋第11嘅咧就係白禮頓同新特蘭都係有43分，就落後我哋6分。第12、13嘅紐卡素同埋般尼茅夫咧都係42分，咁就落後我哋7分。仲有第14嘅水晶宮啊，咁就打小場之下39分啦。咁若果佢哋贏到嗰場比賽咧，其實係會同紐卡素同埋般尼茅夫同分嘅。所以咧，其實第9至到第14名咧，都係屬於一啲2-3場之內嘅分差嚟嘅。如果佢哋能夠拎到一個4-5連線出嚟的話咧，其實分分鐘殺上前5一啲都唔出奇嘅。所以咧，我就嘗試拉闊少少個範圍去睇啦。有12隊波咧，其實都係有爭奪前5嘅資格喺度嘅。咁首先就帶大家睇下個目標嘅分數係點啦，呢度就可能會睇到少少統計上面嘅嘢，因為我都搜集咗過去30季自改制咗踢20隊之後英超嘅一啲分數嘅數據啦。咁綜合嚟講咧，30季入面嘅平均第5名嘅得分咧就係 64.9 分嘅。最高分就係16-17球季啦，試過75分都仲排緊喺第5名嘅。咁最低分咧就係03-04球季啦，咁啊試過只係得56分咁大把嘅啫。不過歷史比較耐啲嘅球季咧，其實會見到個分數係比較低一啲嘅。近15季嘅平均分咧，第5名就有 67.5 分啦，比30季嘅平均咧其實就高咗2.6分咁多嘅。
至於1995至到2010呢15季入面嘅平均分咧，就只係得62.3分嘅啫，即係兩者之間咧，近15年同埋再之前嘅15年咧，係相差咗5.2分咁多嘅。所以我哋可能就撇除比較年代久遠啲嘅數據啦。咁今季嘅第5名目標分數咧就喺67.5分。咁其實對上15季咧有5季嘅第5名都係達到7字頭嘅分數，所以其實咧67.5分並唔算特別高嘅啫。但係嗱，呢個係可能講緊以往嘅第5名平均數嘅分數目標啦。但係若果你睇翻現時嗰個聯賽榜咧，你應該會 feel 到都幾難真係第5名會達得到呢個分數嘅。因為第5名嘅咧就係我哋啦，而家49分，得翻7場波要踢，即係最多只會拎多21分嘅啫。合共咪即係，就算我哋最後7連勝埋單啊，都係得70分咁大把。要達到去67分的話咧，咁基本上就係要7場入面贏到6場嘅，咁係一個非常之良好嘅走勢啦。我哋有冇能力做到咧？排我哋後面嘅球隊更加係要全勝或者6勝1和先有機會達到67分呢個門檻嘅。所以今季第5名嘅分數咧係好大機會比起平均數低咗好一截添嘅。而上季史諾就以84分贏得一個近年比較低分又冇乜真係競爭對手逼近到佢嘅聯賽冠軍啦。而家佢又再競爭緊一個比平均分數低嘅前5位置。除咗命硬之外咧，我諗史諾另外一樣嘢都係佢命水幾好嘅。啲對手咧硬係會放佢一條生路出嚟，就算佢自己本身個分數未係非常之高，但係咧對手亦都會陪佢拉低埋嘅。好，咁跟住嚟咧就睇下個比較個賽程啦，咁多隊對手嘅賽程，我會12隊都同大家睇晒嘅，咁就可能會冗長少少，但係大家俾少少耐性，我盡量簡化啦。若果好簡單直接咁樣將咁多隊波餘下嘅賽程嗰啲對手嘅排名加埋，再拉翻個平均數出嚟，即係7場嘅對手個排名再除翻7啦。咁利物浦咧平均嘅對手排名咧係7.3。12隊爭5對手之冠嚟嘅，佢係最高嘅一個嚟嘅7.3啦。跟住咧就係水晶宮嘅8.3啦，賓福特嘅8.4啦，富咸就8.9啦，車路士就9.1。最輕易嗰隊咧就會係白禮頓13.1嘅，跟住再數落去就係11.6嘅紐卡素同埋11.3嘅阿士東維拉啦。不過嗱，呢種排法咧其實係非常之簡略啦。第2同第3名之間嗰個差距，同埋第5同第6名之間個差距，或者第15同16名之間個差距，其實係可以唔同嘅。但係呢啲排名嘅數字上面，佢哋都只係相差1名咁樣計落去啦。所以個數字咧只係好簡略咁樣顯示咗個排名，但係就唔係好重視到入面嗰個真實嘅差異啦，同埋亦都忽略咗嗰個主客場因素喺入面嘅呢一種平均排名嘅講法。所以咧就唔係太能夠真係推測到呢一段走勢之後咧，究竟大家最終去到咩位置，都係純粹睇下對方即係餘下賽程嘅對手個強度係點嘅啫。嗱，咁其實咧我有另外一種嘅計算方法啦，就會真係叫做估算排到一個排名出嚟嘅。22-23球季我哋中長方嗰個球季啦，咁就去到季尾都係要爭4嘅環節咧。其實我都做過類似嘅賽程比較同埋分數預測嘅方法嘅，咁我就會用翻同上次一樣嘅方式啦。就首先將聯賽榜分成3個部分先啦。頭2名嘅阿仙奴同埋曼城咧就屬於爭標組啦。咁第3至到第14名咧就係爭5組嚟嘅，15至到20名咧就係護級組啦。咁我分成呢3組，主場對住護級組嘅時候咧就預計會有3分落到袋嘅。主場對住爭5組或者作客對住護級組咧就有2分落袋啦。咁主場對住爭標組或者作客對住爭5組咧就會有1分落袋啦。咁作客對住爭標組咧就會預計攞0分嘅。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從賽程去粗略估算最終得分嘅方法啦，可以簡便地得到喺賽程上面夠來緊嘅隊伍係邊一隊嘅賽程比較容易啲啊，計埋佢本身有嘅得分咁樣，邊一隊會較大機會獲得前5啊。
咁樣嘅啫。其實即係一個好粗略嘅計算方法，所以其實就唔需要拗咧，係話有冇可能會拎到2分呢一個情況，因為咧係真係純粹 for 一個計算用途嘅啫。咁首先就睇咗第3名嘅曼聯先啦。4場主場嘅賽事就對住2隊爭五組嘅球隊利物浦同賓福特啦，仲有2場咧就會對住護級組嘅列斯聯同埋諾定咸森林。另外3場咧就作客對住爭五組嘅車路士、新特蘭同埋白禮頓嘅，所以咧咁嘅賽程之下，預計佢哋咧就可以拎多13分，加埋佢哋手上面嘅55分咧，就會最終有68分啦。嗱，咁呢度我一陣咧就會集齊晒所有爭五對手嘅預測分數，之後再拍翻埋一個表嗰度俾大家再一次過睇嘅。而家我就逐隊講下先啦。咁第4嘅阿士東維拉咧就有3場主場嘅賽事啦，會對住爭五組嘅利物浦同新特蘭啦，仲有一場咧就對住護級組嘅熱刺。作客方面啊，就會面對住爭標組嘅曼城啦、爭五組嘅富咸啦，同埋護級組嘅般尼同埋諾定咸森林嘅。咁所以計算咗呢7場嘅賽程之後咧，佢哋會拎到12分，加埋手上面嘅54分咧，就有66分啦。咁第5名就到我哋啦，之前都提及過好多次，我哋最後嘅賽程咧，就4場嘅主場、3場嘅作客，全部都係對住啲爭五嘅對手噶啦。主場對住第6嘅車路士、第7嘅賓福特、第9嘅富咸同埋第14嘅水晶宮啦。作客咧就會對住第3嘅曼聯、第4嘅阿士東維拉同埋第8嘅愛華頓嘅。見到作客呢段賽程對隊都係非常之硬啦。咁其實咧，直情整體嚟講啦，第3至到第9名呢啲最有力同我哋競爭前5名都係喺1場分差之內嘅對手咧，其實我哋全部都會對賽到嘅，再加多對第14嘅水晶宮喺度啦。所以其實賽程真係非常之難踢，所以頭先講嗰個平均嘅對手排名咧，我哋屬於最高嘅話咧，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啦。呢度合埋個賽程預計咧就會得到11分嘅，即係我哋最後加埋49分嘅本身得分啦，就會有60分啦。咁第6嘅車路士咧，佢哋就會主場對住爭標組嘅曼城啦、爭五組嘅曼聯啦，仲有護級組嘅熱刺同埋諾定咸森林。作客咧就會對住全部都係爭五組嘅對手啦，就係我哋啦、白禮頓啦同埋新特蘭嘅。咁預計車路士會拎到12分，最終得分咧60分嘅。第7嘅賓福特咧就會主場對住爭五組嘅愛華頓啦、富咸同埋水晶宮，仲有護級組嘅韋斯咸。而作客咧就會對住爭標組嘅曼城同埋爭五組嘅曼聯同利物浦。咁預計咧會拎11分，總共咧就會有57分嘅。愛華頓啦就會主場對住爭標組嘅曼城、爭五組嘅利物浦同埋新特蘭，作客咧就對住爭五組嘅賓福特同埋水晶宮，仲有護級組嘅韋斯咸同埋熱刺啦。咁呢度預計會拎到11分，咁總共咧就會有57分啦。至於第9嘅富咸啦，佢哋會主場對住爭五組嘅阿士東維拉、般尼茅夫同埋紐卡素啦，作客就會對住爭標組嘅阿仙奴、爭五組嘅我哋同埋賓福特，再加埋護級組嘅狼隊，預計會拎到10分，咁啊合共咧就會有54分嘅。第10嘅白禮頓啦，咁就會主場對住爭五組嘅曼聯同車路士，跟住仲有護級組嘅狼隊啦。作客就會對住爭五組嘅紐卡素同埋護級組嘅般尼、熱刺同埋列斯聯嘅，咁預計咧會拎到14分嘅，合共就57分。第11嘅新特蘭啦，咁就主場對住爭五組嘅曼聯、車路士同埋護級組嘅熱刺森林啦。作客咧就會對住爭五組嘅阿士東維拉、愛華頓同埋護級組嘅狼隊啊，咁預計會拎到14分，都係拎到最終咧就會57分嘅。第12嘅般尼茅夫啦，就會主場對住爭標組嘅曼城，跟住爭五組嘅水晶宮同埋護級組嘅列斯聯啦，仲有作客咧就會對住爭標組嘅阿仙奴、爭五組嘅富咸同埋紐卡素，仲有咧就係護級組嘅諾定咸森林，預計會有10分，最終咧就會有52分嘅。第13嘅紐卡素啦，就會主場對住爭五組嘅白禮頓同埋般尼茅夫啦，仲有護級組嘅韋斯咸，作客咧就會對住爭標組嘅阿仙奴、爭五組嘅富咸同埋水晶宮，仲有護級組嘅諾定咸森林，預計會拎到11分，最終咧就有53分。
最後一隊啦，就係第14名嘅水晶宮，咁佢哋咧就因為同曼城仲有場補賽啦，所以係仲有8場波要踢嘅，會主場對住爭標組嘅阿仙奴啦、爭5組嘅愛華頓同紐卡素，仲有護級組嘅韋斯咸啦。作客嘅賽程咧就會對住爭標組嘅曼城、爭5組嘅利物浦、賓福特同埋班尼茅夫，呢度咧合計就會拎到11分，最終咧就有50分嘅。好啦，咁頭先一大發好快手咁樣同大家數完12隊競爭緊前5球隊嘅一個賽程啦，希望大家未聽到頭暈住。咁而家咧我就會將咁多隊頭先整合出嚟嘅預計得分啦、最終得分啦，都會拍翻埋做一個表咧，就而家 show 出嚟俾大家睇下啦。咁首先咧就睇咗各隊嘅餘下賽程預計嘅得分係幾多先啦。最易嘅咧就係會得到14分嘅新特蘭同埋白禮頓嘅，咁呢個就同頭先對手平均排名嗰邊咧就已經係有啲差異出現咗噶啦。白禮頓嘅13.1係最易嘅賽程，咁佢拎到預計14分都係好合理啦。但係新特蘭嘅10.6啊，平均排名10.6咧，其實只係第4或者第5容易嘅啫，同愛華頓一模一樣啦。但係佢咧就係其中一隊預計得分最多嘅球隊。至於曼聯咧，對手嘅平均排名係10啊，咁啊只係第6低嘅啫，但係預計13分會拎到咧，就係第3高嘅得分嚟啦。而最難嘅賽程咧係拎到10分嘅班尼茅夫同埋富咸嘅，但係佢哋嘅平均對手排名咧就分別係9.9嘅第6高啦，同埋8.9嘅第4高啫。而我哋平均排名最高嘅情況之下咧，利物浦啦會拎到11分嘅，咁啊同賓福特、愛華頓、紐卡素同水晶宮嘅計算咧係一模一樣嘅，所以可以見到咧兩種計算方法其實係有啲結果嘅差異存在嘅，但係都各有可以值得參考嘅地方嘅，咁就分享晒兩種出嚟俾大家去到參考下啦。咁最後加埋大家現有嘅分數啦，同頭先預計嘅得分，再加埋現有嘅分數，最終個預測嘅排名究竟會係點樣咧？曼聯咧就會以68分排第3名啦。咁其實最主要咧就係佢哋本身已經建立咗一定嘅分差喺度㗎啦，因為佢哋55分咧，其實拋離咗第6名嘅車路士咧都有成7分咁多㗎啦。所以咧，其實佢哋本身個前5位置已經好穩陣啦，而且佢哋後來個賽程亦都比較易踢嘅，所以就算你咪未必想見到都好啦，來季嗰個歐聯席位咧，曼聯應該就相當穩陣㗎啦。至於第4咧就會係阿士東維拉會有66分啦，而我哋同埋車路士咧就喺第5、第6名嗰度咧都同樣會有60分嘅，就會爭奪個第5名嗰個關鍵嘅歐聯資格位置啦。咁現時嚟講咧，得失球差啦，咁萬一我哋真係同分的話咧，其實我哋得失球差只係得正8，而車路士咧有正15咁多嘅，7個嘅得失球差之下咧，其實餘下嘅賽程若果我哋想要追趕翻呢7個得失球差嘅差距咧，係非常之困難嘅。所以咧，其實某程度上即係話，如果同分的話咧，我哋就輸咗90%俾車路士噶啦。咁所以咧，若果從咁樣去睇的話咧，兩隊一齊60分咧，我哋就會失落咗嗰個歐聯資格排到係第6名嘅。咁所以若果我哋同車路士嘅比較的話，可能你當係輸咗半分先啦，因為得失球差基本上都係輸硬俾佢噶啦，所以真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威脅嚟嘅。我哋一定要 head 住車路士至少1分先至會有得參加到歐聯，即係排到佢哋前面啦，唔好話淨係得車路士一隊係競爭對手咁啦。咁再後面啦，白禮頓、賓福特、愛華頓同埋新特蘭咧，就全部都預計會有57分嘅，咁就霸住晒第7、8、90名嘅。咁呢度咧就睇下佢哋邊一隊想爭奪嗰個歐霸同埋歐協聯嘅資格啦。第7名嗰個應該會有嘅，第8、90名就唔肯定啦。咁第11咧就會係54分嘅富咸啦，第12就係53分嘅紐卡素啦，第13係52分嘅班尼茅夫，而第14咧就係50分嘅水晶宮嘅。咁當然啦，每個計算方法都有佢嘅弱點，我肯定我呢種咁嘅估算方法其實都有一啲非常之明顯嘅弱點嘅。例如呢個咧就只係單純咁睇緊現時嘅分數同埋將來嘅賽程去計啦。咁同埋得出嚟嗰個分數咧，一定係比較中庸一啲嘅，因為咧其實我淨係得主場對住護級組嘅球隊咧，
我先至會計算3分嘅。就算作客對護級隊咧，都係只係當有2分嘅啫。咁所以咧，你好難去到一個好極端嘅好嘅成績嘅。未來你7場有可能有21分，但係大家咧最終嗰個得分嘅落戶咧，都係大概喺10至到14之間嘅啫。咁即係3勝4勝2和，就係我呢個 model 呢個預測模式入面最好嘅成績嚟㗎。所以其實嗱，你咁講就一定唔係最現實、最貼實嘅啦。若果有邊隊能夠喺呢7場入面贏到5場嘅話，其實已經超越咗呢個 model 嘅預測㗎啦。仲有好多其他嘅因素，亦都未能夠喺呢度計算到啦。例如我哋同埋水晶宮啊、亞士東維拉啊，都仲係有歐洲賽嘅顧慮啦。足總杯咧，亦都係得翻車路士同埋我哋係仲未出局嘅。咁所以咧，其實有啲球隊係唔止單線作戰嘅。成個爭五集團入面咧，就有3隊係雙線作戰啦，而得我哋1隊波咧係3線作戰緊嘅。咁所以呢啲體能負擔嘅嘢會撇除咗啦，或者邊隊狀態係冒升緊啊，邊隊狀態係跌緊落嚟啊。例如維拉最近嘅表現嘅成績比較差啲啊，愛華頓啊、白禮頓嗰啲係上緊嚟啊。咁呢啲亦都冇辦法用嚟估計到之後嗰個走勢嘅。所以而家呢一個咧，只係從暫時嘅成績同埋賽程去推測出嚟嘅結果，唔係話佢一定準確，但係我覺得係俾個方向大家睇下咁樣咯。而綜合嚟講啦，呢一個分析究竟得到啲咩咧？就係話其實我哋普遍嘅賽程係比較難度高嘅，而且同後面嘅球隊之間比較咧，我哋本身冇乜嘢分數優勢啦。車路士又已經歐戰出局，可以專心聯賽啦，所以我哋接下來其實係面對住非常之強大嘅競爭嘅。如果要攞到第5名來季嘅歐聯參賽資格，對於我哋嚟講咧，當然係希望佢哋集中精神去應付每一場波啦。你之前5場對住一啲護級組嘅球隊，都只係15分入面拎咗7分，連一半嘅分數都拎唔到咧，係一個非常之令人失望嘅戰果啦。咁所以而家後面嘅賽程就非常之艱難啦。我哋就好聽啲都仍然仲係有主動權嘅，爭5亦都唔需要話贏晒咁多場波嘅，但係我哋係咪真係有能力拎到幾多分數翻嚟咧？若果全部都係同爭5對手嘅6分波啦，若果你能夠贏到幾場翻嚟，的確係會擴大到我哋嘅優勢嘅。但係對而家嘅球隊，大家有幾大嘅信心可以對住曼聯、對住亞士東維拉、對住車路士、對住愛華頓、對住白禮頓過咗啦，對住其他嘅對手啦，爭5嘅對富咸嗰啲啦，咁我哋有幾大嘅把握？仲有賓福特有幾大嘅把握贏到佢哋咧？沙拿呢個時刻宣布離隊，可能係一支強心針嚟嘅，但係嗰個支針嘅有效範圍究竟去咗邊度咧？係咪淨係想包含住2項杯賽、足總杯同埋歐聯，係想用嘅獎杯嚟送別佢啊？定係會更加忽略咗，因為側重咗喺杯賽嘅時候，更加忽略咗聯賽嘅重要性咧？其實我覺得係有可能出現嘅效果嚟嘅。呢樣嘢咧，未必真係對我哋爭5有非常之正面嘅影響嘅。可能杯賽會正面啲，但係聯賽真係難講㗎。正如今季都已經出現過唔知幾多次一場好幾場壞嘅情況啦，咁所以嗰個狀態係非常之飄忽。呢隊利物浦咧變翻以前嗰個利記海鮮嘅狀態，你係完全預測唔到，都唔係完全預測唔到嘅，即係好似上場對住白禮頓咁樣，其實你預咗會輸一樣，都有少少預測到嘅，但係你可能係預測到佢耷落嚟咯。所以其實都係一啲苦笑嚟嘅啫。而家就真係個競爭形勢係，其實我覺得係幾惡劣下㗎。我哋冇乜優勢存在啦。如果唔係其他嘅競爭對手都爭先恐後地讓5的話咧，我哋而家都基本上冇乜可能企緊喺個第5名度㗎。但係而家車路士就準備集中精神嚟爭取呢個歐聯資格啦。咁我哋都真係要好坐穩下，應唔應對到佢哋後追嘅氣勢啦。好啦，咁詳盡分析完呢一個爭5形勢之後咧，其實我都用咗非常之多嘅心思去整理啲數據資料咧。大家都睇到我另外整咗個表出嚟嘅，希望大家就繼續多多支持啦。
咁嗱，呢條片咧就係我去旅行前嘅最後一條片啦。除非有啲咩突發嘅狀況要我喺旅行嘅中途都緊急錄片同大家分享嘅啫，否則就國際賽周嘅總結唔會做噶啦。對曼城嗰場足總杯嘅前瞻都唔會做噶啦。賽後評嘅話咧，咁可能我就用翻以往嘅方式啦，就喺我啲去旅行嘅途中嗰啲景點就拍啲片，同大家帶來日本嘅風景一齊睇下，咁樣嚟傾一陣偈咁啦。好，咁今集就係咁多先啦，拜拜。多謝大家支持，中意呢條片嘅可以訂閱翻呢個頻道。利是台逢比賽翌日中午時段出片賽後評，其餘時段都會不定期為大家報道有關球會嘅消息同埋風仔嘅個人分析，間中仲會直播露面同大家傾偈，又或者直播旁述一齊睇波添。想更實質支持風仔嘅都可以加入會員，每月最低只係需要15蚊。我係利是台嘅風仔，下次再見，See you next time。